台中市全市运动大会停办2年，今年恢复举办。其中伫个武峰球场比赛的俱乐部有57个人报名。这个女子组的冠军是张廖妙君，男子组的冠军是温树良。 选手上准目标开球，这是伫武峰高尔夫球场举办的台中市全市运动大会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停办2冬，今年恢复正常的举行，嘛吸引17区57个人报名参加。 就是好多的选手对我们这个成绩呢，都非常的用心，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始来练习了。这摆高尔夫项目，女子组是由张廖妙君摕到冠军，男子组是温树良摕到金牌。运动局嘛鼓励大家加运动，安尼较会健康。 市民有一个竞赛的平台，然后可以促进我们的健康运动的风气，这样子。虽然比赛时天气真热，参加比赛球友依然发挥平常时可怜的成果，展现坚强的实力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